父母的铁板烧成功转型，还受邀参与国宴料理。潘威达并未料到自己创业会先踢到铁板。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因为想吃铁板烧走进来。对，那他一开始进来，他看不到他要的白饭，看不到他要的热炒，所以就很失望，然后后来就走出去。症结的确和铁板大有关系。潘威达要卖的是青州小菜。你在铁板上现做瓜仔肉吗？对啊，当然这是用蒸的。对，就是有蒸的、有煎的、有卤的。也是从小到大奶奶煮粥的记忆，什么都热乎乎的。消费者走进这个店呢，他所看到的是一堆的菜脯蛋煎起来，然后一堆的白带鱼煎起来。那其实好像只有手上的那一碗粥是热的。他因此想创新青州小菜的吃法。把父母最拿手的铁板烧、客人面前现做的概念融入，搭上阿婆以前拿手的甘蔗汁。试营运阶段，上门的客人却只有小猫2-3只。爸爸的警告应验了。我爸妈在那边从路边摊做了快20年，基本盘很重要，缺少了那个基本盘，就连基本的开销都很难运转得过来。建立一种新的营业形态，没有想象中容易。做餐饮的父亲，毕竟有几10年的经验。消费者的需求也让潘威达看见必须调整菜单，所以这一路上从试营运到现在啊，你学到什么？就是做什么要想什么。做马给秋爱秋马给，每张都在叫，这样才做得久。目前还得熬过撞墙期。潘威达说，父母愿意理解，还有女友共同努力，就是他最大的动力。新形态创业让潘威达又上了一课，而他说最珍贵的体会是，他终于跟爸爸妈妈说出“我爱你”。做马鸡、手爱冲马鸡，安尼怎做得久？做马鸡、手爱冲马鸡，安尼怎做得久？